今次客人委託我哋設計呢個單位係西營盤晉成峰，單位實用面積約374尺，一房一廳，採用北歐風格設計。單位面積雖然唔算大，不過空間改造係我哋設計師嘅強項。入屋就會見到對住西環海景嘅露台，電視牆做咗隱形門。連新房門內右邊設計咗儲物櫃同飾櫃，拉闊整體空間。點木紋電視地櫃有開口及拉門，儲物圓角收口，方便擺設影視設備及儲物。L 型開放式櫥櫃，用特色瓷磚台面及牆身配襯營造立體空間感，對住海景煮嘢食及用餐，喺度住每日都係 work-life balance。主人房式調貫徹北歐風格，主人床可以儲物，旁邊有高身入牆櫃，盡量運用空間，但完全唔會影響房間自然光，每朝起身都可以自然醒啦。洗手間設計咗圓空地櫃配 LED 燈帶，浸浴嘅時候柔和嘅燈光令人更加放鬆，洗淨一日嘅疲勞。各位朋友，想喺新一年設計屬於自己風格嘅空間，歡迎 PM 聯絡我哋設計顧問查詢。